港朝天宫第一代走马桥是8年前邀请工艺师陈应兵的团队来设计。最近朝天宫甲云林科技大学合作，甲第一代甲第二代走马桥做整理，伫咧最近要举办展览。大家嘛当了解第一代甲第二代的走马桥，它的精神在哪里？所以在这里欢迎海内外的信众到朝天宫拜拜之后呢，在庙后面来参观。云林县文管处嘛积极伫咧修复古物，朝天宫就有8件需要做修复，未来嘛会甲这文物伫咧北港的糖厂做展出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也修复了15件的那个古物，一般古物修复。那其中我们北港就多达了8件。朝天宫的文物馆有国宝大师洪炳顺的门神作品，未来嘛会成做新庙门。今嘛走马桥伫咧朝天宫后壁行政大楼办展览，欢迎乡亲来拜拜时嘛做伙来欣赏，感受8年的风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